夏天一到，大家成日都問我點樣 keep 住完美底妝，唔使驚，今日出門口之前仲有少少時間，等我介紹呢一款 Bobbi Brown 持久氣墊俾你哋啦。你有冇試過 Bobbi Brown Weightless Skin Cushion Foundation 先？呢個 cushion 質地輕薄又貼膚，對於我呢啲中意清爽妝容嚟講咧就啱晒我啦。輕輕一拍已經上到妝，你睇下幾方便，10秒就可以輕鬆快速完成無瑕輕霧底妝，一拍磁吸長效貼妝，啱晒上班一族。輕輕上一層，膚色已經均勻咗，睇落去乾淨好多。粉底妝效自然清透，零粉感，真係成個人都精神晒，氣色都靚咗。你睇下之前同之後嘅分別。就算比較容易卡粉嘅位置咧，都完全唔卡，連平時最難搞嘅位都好貼服。輕輕一層已經改善晒泛紅、膚色不均嘅問題，完全唔會有面具感，好似 second skin 咁。用手機原相機 close up 自拍一樣冇問題，成個妝好貼服，冇卡粉。唔好睇小佢啊，12個小時完全唔脫妝，個妝就好似有磁石插住塊面咁。之前試過出過街，出個少少油咧，睇落去妝感仲靚。而家香港咁熱，真係唔想搽咁厚粉，一盒 cushion 就搞掂晒，打出街仲好方便添。Bobbi Brown 呢個 cushion 去到邊都可以打咗一個自然無光超貼膚底妝啦。